魏星星，我都休息咗半年，喺呢半年裏面咧發生咗好多事情，呢個係我之後嘅影片，我會同大家分享。好啦，言歸正傳，而家係香港4:43。啱啱打開 YouTube 嘅時候咧，我發現老高出咗個 post 就係患上淋巴癌，而令到佢哋一家都好擔心，甚至老高都有講話暫停更新所有影片。我一向都係老高嘅 die hard fans， 因為我覺得佢好厲害。對於力氣今次嘅淋巴癌，我真係感受到老高同小妹嘅擔憂，以淚洗面。所以我喺呢一度，我想呼籲大家，無論你懂得靈氣，又或者你相信某一個宗教嘅話，又或者係無神論，我都想喺呢一度呼籲大家發送更多光同埋愛俾力氣，為他祈禱。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抽幾分鐘出嚟為力氣祈禱。雖然我哋唔可以掌管生老病死，但係有養動物嘅朋友都知道嗰一剎那係有幾悲痛。力氣，你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啊！其實我哋有好多人去支持你㗎，為咗你祈禱，送力氣療癒你，送上祝福，送上光同埋愛俾你。同時亦都將呢一個祝福送俾老高同埋小妹，一齊加油，集體祝福會能夠幫助力氣。所以我係特登拍呢一條片，想第一時間希望大家為力氣打氣。我本人都會為他祈禱，送上光與愛，同埋我會用靈氣療癒力氣。好感謝老高，感謝小妹，仲有力氣。所以力氣嘅嘢我都有㗎，咁你睇下喺邊啊？仲有嗰邊咧？仲有我買齊晒㗎，我有儲㗎，所以力氣你要加油加油加油啊！我哋大家都好支持你㗎，祝你早日康復。